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咱今仔日迄个日头落山吼，因为讲到一个，要讲到一个人吼，做爱台湾的吼，到最后伊个算是殉道吗？算是伫台湾的一个教师吼，嘛是伫台湾去互杀死啊吼。所以呢，咱就用一个日头落山的一个。韩布鲁克。而且我其实吼去看迄个一个资料有写讲，伊是咱的第一个什么上悬的学府哦，要安怎讲？就是伫台湾。迄阵台湾还未有人设立学校啦，伊遐韩布鲁克吼，伊是做迄个校长啦，有设立一个骁龙神学院吼，骁龙社设立的。是，所以伊是上悬的学府第一个，佮第一个院长，最厉害的一个人吼。咱小要来看卖啊，为虾米伊会当伫台湾遐尼久啊？而且吼，佮无愿意转去吼，人因查囝即个度着因查囝叫伊莫走吼，伊个嘛是来台湾吼，最后无啦，叫伊，因为吼，无即个度，我甲你讲哦，即个度意思是讲，因为郑成功叫伊着转去荷兰，就是即摆民国无，因为遐吼郑成功也未拍落来，因为伊互掠去，汉布鲁克牧师互掠去啊，掠去郑成功着派伊讲转去荷兰遐。荷兰遐甲因讲，叫因投降，恁若投降，恁性命阁伫个，若无拢要互恁死，就甲因讲嘛。伊着即个消息，郑成功派去，着摕郑成功诶书面啊，着转去。转去伊无安尼讲，伊阁鼓励因爱起来抵抗。然后因诶会议啦，因诶首长吼。因诶长官就阮决定讲无爱投降，无爱投降，伊若倒转去军营一定死啊，对无？所以因查囝就甲闹，讲叫毋通去啊。伊讲袂当啊，因为伊阁有因太太甲因个另外一个阁有查囝有哪伫遐，伊若无转去，因就无命啊。所以一定爱转去，伫遐咧奋斗的时阵，就是安尼，真度是咧话安尼。无简单的一个人吼，真厉害。韩布鲁克牧师咱来讲啦吼，来1648年的时候，伊来台湾的时，就带因某甲因的查某囝来台湾。伊是伫麻豆社吼，伊是做麻豆社的牧师啦。伫遐伫台湾拢总有14年。当然，伊阁有兼骁龙社啦，阁有兼其他2个社。而且做牧师拢真好势。1661年的时，郑成功的伫2月嘛，郑成功的入来台湾。因为郑成功要入来时，伊是带25000个兵。荷兰这边伊敢若900个尔，无到1000个。然后呢，因为郑成功迄边伊个船仔细只，阁足济，对细条港，就入来到即摆当做甲台南市内底啦。咱即摆赤坎楼，就是即阵的赤坎楼。伊赤坎楼就互郑成功攻落来，毋过安民古堡遐无法度人攻，所以就对遮派即个牧师转去是安尼吼。咱来看，郑成功掠着以后，伫迄一年就1661年9月。就将伊为虾米伫9月时将伊到500个？因为迄阵荷兰人郑成功掠着有500外人啦。其中阁有2个牧师都去汉布鲁克以外，阁有2个牧师有来掠去。郑成功就受气，全部拢甲伊杀死。全部总死啦。因为郑成功最爱杀人。伊伫台湾伊的部下，伊听因的历史内底讲伊的部下对
就是对大陆去边来台湾，来台湾呢是拄着伊兄弟，伊兄弟较早就来台湾咧开垦，拄着真欢喜啊！伫台湾即个吼，就杀一只牛，请因一寡朋友吼，就是请因来这边。后来郑成功知影以后吼，甲所有伫遐食物件总杀死，杀到无半个。就是讲伊做爱，伊对伊部下也是作严，做爱杀，就是安尼。到有一个部下从去投降清朝，结果迄个部下就带兵来闽吼，就是讲郑成功的后代，就互消灭去啊。所以郑成功伊伫台湾的时间咱来想看觅，到底有偌久啊？到底偌久？因为郑成功伫台湾，咱逐个台湾人拢知影，想讲伊是民主的英雄，民族的英雄嘛吼。咱拢安尼想啊，伊伫台湾是有啥物建设，还是讲伊伫台湾有偌久？即个代志，敢有人知影？毋知影，咱想足久诶，阁有伊诶庙安吼，有起伊诶啥物纪念之类诶，其实伊是伫为伊诶保护伊，为讲啥物吼，为着一只牛吼，讲迄个牛是伊诶，所以甲因开牛诶人讲伊对伊诶部下真残忍啦，就是讲伊逐项拢爱听伊诶，最后伊就其实吼，郑成功伫台湾农庄诶时间，甲一冬过2个月啦，全部啦。就是荷兰人转去以后4个月伊就死去啊。因为气死，为什么会气死？因为吼，因诶老爸吼，毋是害惨啦，郑芝龙后来投降清朝，清朝互伊一个官人做，伊就做清朝诶官嘛。后来知影讲，你甲恁囝郑成功还阁咧联络，就甲伊掠了以后就甲伊杀死，就甲因老爸杀死，就真生气啊，就真失望啊，佫有真济代志吼。因厝人诶代志，着伊本来是足爱受气诶人啊，着受气，听讲受气啊，安尼用家己诶指甲绕家己诶面，后来着从啊死去啊，就是安尼。爱死诶是足奇怪，足拄好啦，足拄好。安怎讲足拄好呢？伊38年，郑成功活38年，那个38岁尔啦。咱普通戏会是讲39岁，其实38年。出世到伊死38年过，这38年拄好是荷兰入来台湾，甲离开荷兰入来台湾诶时，郑成功伫日本出世，共迄年是1662年1664年伫郑成功伫日本出世，伊诶老母是日本人嘛，因为伊诶老爸是海贼啦，逐位拢嘛会当掠人做某对无？伊诶老母是日本人，伊伫遐出世的，1664年出世。伊到伊攻入台湾以后，1661的时攻入台湾，到伊1662年诶时阵，荷兰的投降全部倒转去巴达维亚郑成功伫迄年的死，因为因转去4个月尔，郑成功就死去台湾，所以郑成功入来台湾实在诶时间拢总啦。对伊诶军队入来到伊死，拢总甲1年2个月。那安尼伊是要做啥物呢？咱想看伊对台湾是要做啥物呢？后来咱来看即张图，讲1662年诶2月。最后一任诶荷兰伫台湾诶中官，伊中官就是奎啦，可以。即个伊就甲所有诶物件载落船，然后就所有诶拢总离开台湾，因为已经向郑成功投降就是讲无条件，你爱离开啊，离开个，家己诶物件载所有诶船拢倒转去巴达维亚。倒转诶时阵教会诶机构，就是讲教会有一个，迄阵有一个台湾小会，台湾是安尼写诶，这是真正诶写法。台湾小会牧师，这是台湾诶牧师就是即个 John is crazy，
伊就带一批个教会档案，就是教会有关的开会记录啦，还是建堂啦，还是会友的人数啦，记录伊去互无去互台视啊吼。伊即个是无用台视的牧师，就是甲可以做伙倒转去。遮个物件、遮个资料拢存的，但是因为伊存的，所以咱今仔日有法度人甲迄个真实的代志甲翻出来。可以当讲即本的故事。咱有哪爱真感谢后来英国来一个牧师啦。这是啥物人去编出来？这资料毋是台湾人也毋是中国人，是一个英国的牧师去甲伊编出来，伊甲摕出来以后，甲翻译做英文原来是安尼，所以台湾有那是，所以咱个继续看宣教士伫台湾来做的代志有偌济，你就知影甲历史拢保存，拢刻印啦。最后是对咱来看，东方的海岛，这是圣经写，咱先来读圣经。后壁以赛亚书24章15节，讲因为安尼，恁着伫东方仰光耶和华，伫遮的海事仰光耶和华一切的上帝的名。东方的海事台湾是远东，台湾是东方的，东方是上东方的位。海事来学了耶和华，佮来去做讲，恁着将阳光归互耶和华，伫海事中来保养伊的名声。所以我即摆伫台湾，伫遮保养上帝的名声，因为咱伫遮保养伊的名声，并无受限制。有的国家你是袂使讲的是无宗教的自由，你若讲这着互人去关所以咱伫台湾目前是拢会当讲。咱要伫遮宣扬耶和华的名声。台湾有历史其实是对希腊雅开始伊的历史因为有文字的历史对希腊雅开始嘛。因有新党文历史是对遮开始，以前拢无也是上早甲外国人有接触，就是国际舞台爬去咧国际舞台，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希腊雅族，所以当然来讲啦，所以你若要，你若要了解台湾，你若要了解台湾，就一定爱了解希腊雅的历史。你若要爱研究台湾的宣教的历史，你若毋捌希腊雅，安尼你就无法度进入，因为所有是对遮开始。因差不多伫迄个较早因伫新港社的时阵差不多全社人拢总信耶稣，全社等成功来以后呢，伊就控制，伊就破坏所有的信耶稣的，因为等成功讲妈祖宝贝，妈祖是宝贝的人啦伊是叫人爱拜妈祖以外袂使拜的，是安尼所以有一寡咱就有人咧讲讲，中国人自古到即阵种，拢定有人咧破坏基督徒呢宗教拢袂注意，像讲，迄阵就是安尼所以基督教伫新港的语言的种，因的话无咧讲的时阵因所信的宗教渐渐无去，是安尼来的。所以咱今仔日来讲到遮，后礼拜搁甲接续讲台湾宗教的故事。就是讲新教的福音传新教的福音传入台湾比中国较早。对，比中国较早180年。咱知影中国传入去是对反正就比咱较慢180年啦。台湾所得到的新教的福音比印度佫较早166年，所以对这来看，你就知影讲上帝是毋是听台湾？上帝是毋是甲即个当作东方的海岛，要伫遮宣扬耶和华的名声？是，就是讲，咱上爱感觉即个国家细但是是足早就有福音入来，而且有第一个有文字的真无简单因为我即届去到迄个什么意大利
前几工去发现有一个朋友甲我讲，咱台湾的护照吼，用台湾的护照毋免去见海关哦，家己会当自动通关，用迄机器就会当过去啊。所以我会感觉做神奇吼，就是讲虽然咱小小的一个国家吼，足侪国家可能个袂当安尼自动通关吼，但是伫国际吼是上帝做爱用台湾的护照就会当自动通关。是，安尼去意大利袂歹哦。嘿，对啊，嘿嘿嘿，所以真欢喜吼，有人观众朋友讲，想讲今仔录影吼，无吼，即阵已经转来到厝啊，吼，毋免先录影吼，因为顶礼拜走去意大利吼，安尼嘛是真欢喜，多谢老师讲到即个宣告书吼，真正无简单吼，一个为着即个信用吼。牺牲伊诶性命吼，伫一个小小诶一个岛，迄阵可能个无人知影这台湾是啥物所真侪人毋知影。是，所以即个汉布鲁克吼嘛是第二个伫台湾足久诶，一个14档，伊伫台湾14档，超过十档诶吼，两个人吼，观众朋友可会记。14档就着优罗伯，啊，甲一个汉布鲁克两个拢14档，拢足重诶吼。其实个做侪吼，故事吼，咱继续过来听台湾故事，多谢观众朋友共款。礼拜一下暗，台湾8:10，泰国7:10，伫澳洲2点，下晡2:10吼，咱逐个伫即个空中再会吼，对，真正台湾诶护照遮尔好用。我嘛是来到遮较知影吼，之前拢毋知影。但是上帝嘛是祝福哦，无不只是台湾吼，我感觉是观众朋友吼，恁为倒一个所在来诶吼，拢是上帝要祝福诶一个国家对无？吼，无论是啥物所在来吼，相信上帝伫恁诶国家拢要做奇妙诶代志吼。好，安尼阮真欢喜，多谢观众朋友。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多谢老师，谢谢，平安。平安。